新竹路大雨做大水，有一個人吊車不幸死亡。高雄一個附近人清水溝煞跋倒，予水流去，煞來無命。澳洲測高溫破紀錄，巴黎超過40度，造成急診大塞車。政府下令禁止食酒來減輕醫療負擔。中央的貨船經過河武珠海峽，哪像去予伊朗的無人機攻擊，加在人民平安，已經佇咧轉來努力啊！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的節目一開始，咱要趕緊來關心這兩天咱台灣的雨會當講是規桶倒，而且這雨量是真驚人，尤其是高雄、屏東還佫有新竹，咱會當來看到這積水，佇咧桃花埒的積水內底，這就是代表一天累積的雨量有甲300毫米。若是這桃花埒內底佫較淺色的部分，是代表一天累積的雨量超過300毫米。那換作是關渡，這雨是落超過30公分懸。這一屆的雨是安怎會落一個這麼熱力的？上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風颱外圍環流，加上西南風帶來雨量多，而且這範圍嘛真大。今仔日全台灣都有20個縣市攏發布大雨或者是大水雨的特報，尤其是高雄、屏東還佫有新竹，今仔日累積的雨量是上多。嘛，因為佇咧短時間內拼落來雨是真驚人，只要是超過排水系統會當負擔的量，就會積水或者是淹水。這兩天有袂少所在嘛傳出災情，親像新竹今仔日透早都有地下道引起，這車是完全袂過，抽水系統嘛故障，所以考慮災情，新竹市是隨宣布今仔日過晝開始就停班停課。有真濟受風雨去學校要接囡仔的家長，大家是袂假。若佇咧關西嘛發生水崩山，另外有3件失蹤通報的案件，其中有一台車的駕駛因為淹水掉車。不過，消防人員找到這個駕駛的時陣，伊已經不幸歸亡。新竹市光復路規條路攏變做溪，附近的學生若要上課，連過一個車路攏真困難。預告到3天，才法度行去對面。一早起，大家攏出門要去上班，驗過路的淹水真歹行。另外，中華路、太環路地下道攏淹水，車攏無法度過。更較好聽的是，有5座抽水系統攏故障。學生也無法度上課，因為新埔高中後山崩山，學校的磚仔牆攏倒來，水淹喺學校內底，地下室規攏淹去。全校的教職人員攏佇咧清，學生也趕緊停課。連續幾天，新竹雨落袂停，新竹市政府趕緊宣布，中晝過了後停班停課。學校的門口有真濟家長趕過半夜來接囡仔。大家要工作，然後早知道我早上就不要送過來了，對不對？你應該提早說。新竹縣情形也無好，金龍路狀況真濟，路淹水，2線都攏看袂到。附近的頭前溪，因為雨水一直灌，規攏漲起來，雨一直落到下晝。新竹縣關西要去小林國綠湖村育樂園的半路，山壁崩壞，石仔倒來菜地路中，攏無法度過。整個山都一大片的崩下來，影響到雙向通行。馬上通報公所，在應變中心。在竹北雨水是灌到地下停車場內面，民眾厝內飼的水牛因為豆仔埔溪漲起來，強要雨水流去，大雨也造成竹北市、新豐鄉、新埔鎮有3件民眾失聯的案件，其中竹北市是因為淹水，一台車掉了，駕駛失蹤，命消防人員沿路去找，將命找到失聯的姓吳的女駕駛，不過已經不幸死亡，另外2件還佫繼續在咧找。另外，在國道1號有幾台車弄作伙，上報42.8公里南口出口的所在，發生一件9台車的連環車禍。消防局啟動大量傷患救護機制，將罕見的車同機場消防隊支援，14個人受傷送病院。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在高雄，昨昏是透暝落雷公雨，有真濟所在傳出災情，親像是鳥青甲大寮，有的停佇遐的車差不多攏淹去。因那公山有一間農舍，因為做大水，有6個人掉佇遐，消防人員出動手靈艇把人救出來。因那代替中州到公山這段，因為積水車袂過，一直到早起9點的時陣才恢復通行。另外，佇咧三林區有一個附近人，因為為着要清水溝仔，無細緻跋倒，煞是去予水流去，不幸歸亡。
過站了，佫轉到現場，這個佇咧高雄山林區上平里南浦巷附近的交化，水也是真錯流。2號尾暗，一個73歲姓吳的婦人人，甲因翁佇咧做田的時陣，看排水溝塌掉的要去清，所無細力跋落去大排，互水流去。大排出水口，尋獲確認為失聯民眾，已明顯死亡，並未送醫。洪泰話為環流加方面瓦郡高雄連續2天地延時強降雨無停，2號暗佇咧翠華路高雄積運細運站附近路淹水塞車塞甲真嚴重。20早起公山區興隆街一個農舍，因為淹水6個人掉佇內底，經消息出人船急救。唔知講淹啊大啦，淹啊係啦，應該是這樣。路卡消防隊。地延時強降雨，興隆街雙側路口嘉興路水淹真懸，有人則甲厝內水掃去厝外，要麼大車駛過。水果淹入來，哇，就是這樣啊！礁前區美山路19巷的民眾怨講淹水問題攏無解決，天氣無穩定，高雄狀況真濟。國軍第4作戰區也傳發電機、抽水機，也派上前為阿兵哥待命。在高雄的美濃區、山林區，也有屏東等所在協助清路、排除障礙、加護岸的工作，互民眾趕緊恢復正常的生活。記者綜合報道。也有屏東嘛是同款有災情，屏東今仔日雨還是直直落，有幾個欉仔頭，那像是因為水下袂離，水泉倒激，就算有抽水機佇咧抽，這水還是淹到腳頭有個懸。也若佇咧山區的西仔鄉，有2個欉仔頭，因為土石流紅色的警戒是已經強制甲195個人疏開。另外，佇咧崁仔頂，因為淹水的關係，車無法度駛，有民眾轉歸去駛鐵牛仔出來打油。大水雨一直落，民眾坐鐵牛仔車載油桶出來打油，因為屏東崁頂江東村的對外道路已經予水淹甲看袂出來路佇倒位。村長講，江東村已經淹2天啊，官府加派抽水機咧抽，甲呾莊內積水也是淹甲腳頭骨懸。因為車無在條件，即陣出入敢若會當靠鐵牛仔車。目前莊內有上千人，物資的方面暫時無問題。這次抽水機他們的油不夠啊，他們自己的車也不能過去啊，所以就請我們村里在農忙的這些農機幫忙一下運作，這樣。另外，山區的西仔鄉者因為2天攏總落超過600毫米的雨，中央對內西村甲南勢村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公所26透早隨進行強制撤離，一戶一戶去確認，甲195人安置到收容所，避免發生危險。可以先擠一下，如果真的都沒有辦法降，3點半左右天氣是還好，但是沒有降，我們還是一樣要堅守崗位。沿海的鄉鎮這2天嘛，因為雨水上高，真濟莊頭攏浸水。其中東港的東新里，就算26透早雨轉細，水也是繼續漲懸。里長找無現金，只好先甲車路封起來，提醒幾路民眾注意。嘉東的江園甲南州的萬華，攏因為排水系統消透袂離，水倒灌入來。就算縣府加派抽水機來支援，規個水也是淹甲腳頭骨懸。縣長周春美表示，現階段以減災甲復原為主，各地有啥物需要，都會當通報應變中心。在我們有一些村莊積水淹水還沒退，我們趕快有一些物資的救援哈，還有協助。那公所這邊也要呼籲大家有需要我們的國軍的一個協助的話，趕快來申請哈。因為逐條大排河流的水櫃攏是甜的狀況，一寡地勢較低所在都較高倒激，造成淹水。26個全國雨水量頭3名又擱佇屏東，官府嘛提醒大家愛隨時注意天氣變化，做好防災準備。記者郭明哲、柯家族、柯超用屏東場報道。大水雨的消息看煞，咱要來看地動的災情。佇咧委內瑞拉24的時陣，發生100年來上大，而且連續2屆規模7以上的地動。這地動佇當地造成嚴重的災情。代理總統是隨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且甲全球來討救兵，希望大家會當趕緊去甲因鬥相共。根據當地官方的統計，目前知影當地已經有100多棟厝倒去，有235個人死亡，超過4300個人受傷，而且還有超過5萬人失蹤。即馬救援的隊伍是攏趕緊拼過，希望佇咧黃金72點鐘之內，會當趕緊甲人救出來。委內瑞拉國家電視台對空中翕到這個連2屆大地動的重災區，首都卡拉卡斯北邊30公里的拉瓜伊拉州斷離倒閉。聯合國統計，當地有超過100棟的厝體崩去，包括出名地標13樓高的愛德華飯店。不少民眾下落不明，加上希望軍隊會當加入救災。
Esperar algo que allá en donde está eso. Puerto nada. No sé dónde está. 大地震了後，拉瓜伊拉州當地有商店隨去用手夾。根據英國洛士會統計，委內瑞拉原本就有大約790萬人需要援助。這條大地震造成人道危機愈來愈嚴重。首都卡拉卡斯同款有災情，有數十棟的厝體崩起。講到這屆連兩屆大地震的損害，居民是心驚驚。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fue horrible. Verá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這屆是委內瑞拉自1900年以來上屆嚴重的地震，有真濟受災戶攏是差不多1970年代進前所起造的，攏唔是用抗地震的鋼筋，敢若是用磚仔貼，攏無保強過，所以才有嚴重的災情。專家指出，委內瑞拉北部正就佇咧加利比板塊甲南美洲板塊交界，這兩個板塊佇遮燒矮燒克，能量放出來就會發生地震。La falla se activa en un sector inicialmente y eso carga las tensiones en otro sector de la falla, gatillando la falla siguiente. Entonces hay solamente unos cuantos segundos, ¿no? Del orden de 40 segundos de diferencia entre un sismo y el otro, de modo que uno es el gatillante del otro. 卡拉卡斯當地搜救人員繼續對厝殼內底救出已經犧牲的災民。美國地質調查所估計，這個大地震可能有超過1萬人死亡。搜救人員繼續咧搶救，全力救人。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極端氣候影響，即馬會當講是愈來愈明顯。但即馬咱台灣是熱人，不過歐洲嘛同款是熱到要害去，較袂着遐個溫度都升到35度以上。法國這幾天啊，甚至還佫創下歷史上6月份上懸溫的記錄，而且巴黎溫度是超過40度，因為安尼著煞的人袂少，真濟人攏總去病院掛急診，害這急診是大塞車。政府甚至是下令禁止食酒，想要用這款的方式來減輕醫療人員的負擔。巴黎一間電子產品商店附近的時陣，每人手提一台電風，半點鐘就未了了。Paris, comment au-delà de 25, c'est juste l'enfer sur terre. Les transports, c'est catastrophique. Non, je dors pas bien, mais je pense que je suis pas la seule. Enfin, on doit être tous là, quoi. C'est juste horrible. 日射搶電風，暗時搶草埔啊！巴黎出名的小王山片公園愈暗愈鬧熱，有人設吊床，有人鋪野餐樹啊，啊，有人直接炸充氣床甲枕頭，準備要佇公園踮到半暝，甚至困到早起。C'est sûr qu'avec bébé, c'est toute une logistique différente. Donc je pense pas que je dormirai à la belle étoile, mais en même temps, si j'avais aucune alternative, confort thermique entre nous deux, ça nous gênerait pas. Et puis vu que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est déjà 巴黎緊急的閃熱中心差不多瓦近客滿，當局把結婚禮堂頂公共空間改造有冷氣的閃熱場所，提供予民眾閃高溫。另外一方面，戶外救護人員替一個著山的患者駕駛緊急降溫的浴缸啊，協助降低體溫。總統馬克宏呼籲民眾最好保護加補充水分，避免戶外活動。Mais on ne s'adapte pas à un pic qui n'a pas d'équivalent aujourd'hui en Europe et qui n'a jamais eu d'équivalent dans notre histoire, c'est-à-dire un pic caniculaire qui dure aussi longtemps et qui est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saisonnières. 巴黎救護系統接到心臟停氣案件，24點鐘內增加到平常時的4倍，病院差不多客滿。法國政府把健康警戒提升到最高等級，要求病院增派人員。佮宣布巴黎部分公共場所禁止飲酒，也佮販賣酒精飲料，希望降低酒精引起脫水，也佮掉水風險，減輕急診的壓力。禁令會佇拜5甲拜6中晝12點有效，持續到過燈工早起7點。同時呼籲少年人暫停走標加劇烈運動。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來看中央海運下底貨船中地輪，25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時陣，那像去予伊朗的無人機攻擊。針對這點，中央海運是講，這隻船啊是照英國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建議的水路來行，保證貨物甲人攏平安，嘛當咧駛轉來亞洲的路輪。郵輪駛在海面，阿曼政府和國際海事組織 IMO 宣布啟動臨時航運走廊了後，荷姆斯海峽附近是總算出現大型郵輪來通行。不過，速度來說傳出意外，中央海運旗下貨輪中地輪25日通過荷姆斯海峽的時陣，駕駛台頂懸站的建築正準旗，和唔知什麼物件弄到，疑似是受到伊朗無人機的攻擊。
伊攏成立的波斯灣海峽管理局是佇個社群軟體發文，講是唔管任何船，若是航行路線超出指定航線的範圍，都袂閣有安全通行保證，引發討論。對這中英海運表示講，中立論是照英國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建議的航路來通過。經過船員初步的檢查，發現這年前含駕駛室的塔門受損，人船貨攏平安。即馬船已經平安駛離開荷姆茲海峽，等來亞洲。目前如果要從荷姆茲海峽出來，就一定得遵循伊朗那邊的規範，他所要求的航道，遵照伊朗當局或雙方的協議的情況跟方式，大概都可以慢慢的疏解。但是因為現在有一些基礎設施還是被破壞掉了嘛，所以整個原油的產能或者是輸出的量能，估計大概也就70%左右。不過有船隻佇荷姆茲海峽防攻擊，國際海事組織宣布講會暫停貨輪撤離計劃，佫引起國際的不安。當地波灣地區訪問的美國國務卿魯比歐是警告講，假使伊朗威脅還是阻擋海峽內面的貨輪會有麻煩。佫強調美國希望美伊之間會當有一紙協議，但並未無價代價來達成。記者綜合報道。換一個心情，咱來看世界盃腳球比賽 D 組的情形。美國對戰土耳其，土耳其佇咧補的時間上尾1分鐘入球，落尾球是3-2踢贏美國。美國雖然是輸去，不過晉級32強，伊還是排佇第一。那澳洲對戰巴拉圭是0-0無輸贏。另外來看 F 組，荷蘭對戰突尼西亞，終場是荷蘭踢贏3-1，摕到小組的第一。接落來32強的比賽，荷蘭會對戰摩洛哥。鄉親啊，來看一件聽落有夠好康的代誌。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有一間透明的玻璃厝，主辦單位讓2個球迷住在內底，只要連續39日，甲104場的腳球比賽攏看好了，就會使領到5萬塊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60萬。紐約時報廣場人來來去去，不過這麼經過人攏會注意到這座透明玻璃厝。碰見大螢幕的電視，一個規隊的四手話，這2個美國球迷對6000多人內面運氣正好，被選做世界盃觀賽員。佇內面甲所有104場比賽攏看煞，就當賺5萬美金，台票要到160萬。It's been fantastic. You know, this has just turned into a second living area. You know, like have my spot over there in that chair. You know, come in, do my routine, have my gummy worms in the morning. And you know, just get ready for another day of work. 那是160萬，因2個佇咧紐約這段時間，所有的正大來回交通，普通時食一個參賽國家的各種特色的料理，一個厝內娛樂設施，全部攏是福斯電視台的串流媒體，較有名的電在公司出錢。不過一工就來看6場比賽，身體感動會了。因講敢若是鐵力的馬拉松，不過好佳在世博廣場，逐工攏有世界各地球迷來甲因做文化交流活動，幫助因提神。Especially if the match is really intense, you get sucked in and you're watching for like 15 minutes, and I'll look over at Kevin, and then I'll be like, "Whoa, there's like people outside." The first Brazil match, I think there were 1,000 Brazilian fans. 對這種工課，民眾看法無共款，有人欣賞因的運氣，也有人講，互人看起佢無溫書。因為被選到的這2個觀賽員講，這絕對是因人生到這麼上香港的面夢。不過連續39天，逐工看球，講是結束出來上想要做啥。I'm gonna sleep. I'm looking forward to catching up on sleep. 接落來一個要加1個月的時間，這2個運氣正好的觀賽員會繼續互紐約人注意，把這份世界所有球迷上欣賞的夢幻工作做到上尾結束。公視新聞4派3編輯。同款是鳥仔遭受無同款的命運甲生存的危機。在印尼的首都雅加達，因為流浪鳥仔的數量傷濟，有甲150萬隻面臨減量的保護戰。因在越南，真濟有人飼的鳥仔，去互專門偷摸鳥仔的人摸去了後，怎直接載去屠宰場掛肉賣互人。雅加達街仔頭人來來去去，不過捷運站的邊仔會當看到鳥仔真爽勢坐佇遐。為公園到泊車的所在，四界攏會當看到龍洞鳥，估計規個城市野鳥可能有關買150萬隻。Kucing itu untuk menetralkan aura negatif, terus menyenangkan diri juga. 民眾長期飼龍洞鳥，互鳥仔生足緊的，不過教死鳥仔的代誌嘛定定發生。Di sini udah banyak banget populasinya, jadi orang-orang pada ngebuang kucing di sini.
Jadi ntar kebanyakan sih pada tabrakan sini kucingnya. Jadi kebanyakan anak-anak kucing nggak kelihatan di jalan. 為着阻擋農動鳥數量變較無法度控制，印尼動保團體甲在地農業局合作，積極行入去社區，讓鳥仔驗殘了後，再佫放轉去。敢若是去年，就有2200隻鳥驗殘。Because they keep mating, they keep delivering babies, and the number of the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Not doubling, but multiplying. 業者大機關就表示，一隻鳥母一檔結家會當生4體，逐體佫會當生8隻鳥仔囝。若是放咧唔管，絕對會生甲滿死。若是農動鳥的問題真頭痛，佇咧越南搶文鳥防偷獵走私同款真嚴重。烏志明市的警方最近就抓到一個下省偷鳥的集團，把400多隻活鳥救出來，佮找到80隻去用綁起來死鳥仔。警方就指出，嫌犯這3檔佇咧南部偷獵搶文鳥，佮轉賣，也是賣互鳥仔肉的市場。目前已經有40多隻鳥仔轉去主人的身邊，不過嘛有真濟互虐待死亡。動保團體就呼籲政府要加強執法，打擊非法鳥仔肉交易的市場。公視新聞林義祖編譯。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後禮拜一這個時間，咱再會。